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坐公车讲台语。唔知影大家啊，平常时敢有咧坐公车咧？公车是大众运输的一种，伊停的站真济，连较细条的路、较偏僻的所在，定定会有公车站嘛，会当讲是真方便的交通工具。尤其公车对老人、学生拢有优待，坐一逝爱开的钱无济，所以有真济学生也是真济年岁较大的人，逐工拢会坐公车去学校，也是去家己要去的所在。那安尼咱咧坐公车的时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句型咧？今仔日个百工讲台语，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若是咱来到青云的所在，要坐公车，咱到公车站的时，会当问遐个人讲：我要去什么所在？请问爱坐几号的公车？安尼人就会甲咱讲爱坐几号的公车才会到位。有时咱到站牌时，会拄好有一台公车要入站，这时咱会当直接问司机讲我要去什么所在？这班车敢有到遐？这时司机就会甲咱讲有上车，还是无？你爱坐几号的哦？若咱去到车顶唔知影公车的路线，就会当问司机，还是问咱隔壁的人讲请问到什么所在？爱几站？安尼人就会甲咱讲咯。有时咱嘛会当拜托司机讲到倒一站叫我敢好，我第一摆坐。安尼到位的时，司机就会通知咱好落车咯。坐公车的时，爱用悠游卡、一卡通，还是现金来纳钱。若是湘北的地区，佫有分一段票甲两段票两种。这是照距离来分的啦。若是坐较远，就爱付较侪钱。总是若是平常时喊你咧坐公车的人，定定会分袂清楚。这时咱若是用卡片付钱的，反正上车落车拢爱比卡，伊会家己扣，免咱烦恼啦。若是家己落钱的咧，咱就会当问司机讲，请问要到什么所在？爱落偌济钱？安尼司机就会甲咱讲咯。复习，我要去什么所在？请问爱坐几号的公车？我要去什么所在？这班车敢有到遐？请问到什么所在？爱几站？到倒一站叫我敢好？我第一摆坐。要到什么所在？爱落偌济钱？各位观众朋友坐公车讲台语，定着会真好耍哦。今仔日个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